粉饼煮啊！你把爱吃。海蕾蕾手机割了，我老不出玩。哎呦，吃丝绸菜。这只弄出来，不还吃一个。妈妈好的米饭。哦，我也吃米饭。你看看那个米饭呢，松瓜那弄不香，讲么好吃啊，在踢它。哎爸，一种外国人的餐饭是不吃么逃避我，吃么实在带胃口，哪办呢？办法是总归有的。哎哟，金门朗向开子饭大课堂子，我买啥豆沙馒头，一口袋类是好个。吃正多一大个豆沙馒头，我其他地方个侪非吃着，反正少个蛋里。天气不可惜嘞，那个谁是你个展包？哎哟，今朝外门50我有得送我只金盖馒头呀，搿么我再买10只谁还送着了？对，10只豆沙馒头，我有6只金盖的罗汉。也没翻吃，一吃谁也吃10年。馒头店一做完，谁是朱家张新出？守着历史在悠久的蓝浦县，人以群分，物以类似，可知埃种地方，随手伸指到屋里走廊8点多钟还要开灯，还总归是另外一个世界。哟，弟弟。弟弟，哎，当你到这边来着，看看啥不是？你什么的？啊，是你豆沙馒头也认得噶？我说你夜里做啥个梦呀？那么今朝让你梦想成真。有什么的？还有，还不从来没看见过那个主播长得搿样大。吃呢，老板过那个肉，分我白分我。